多謝兩位同學帶嚟咁優美嘅演出，琴聲真係令人聽到好陶醉啊！係啊，我聽完成個人都放鬆晒啊！不過接住落嚟呢個樂器更加講求極致嘅團隊合作，先至可以奏出動人嘅音樂。蔡老師，係咪講緊手鐘啊？係啊，今日手中隊嘅同學會為我哋演奏兩首嘅歌曲，分別係 Jubilee 同埋 Last Jesus Be Your Here。兩首歌曲都好有感染力，手中清脆嘅聲音配合埋整齊嘅節奏，相信大家一定會帶嚟好特別嘅聽歌享受啊！咁有詩意又咁講求合作精神嘅表演，真係非常值得令人期待啊！依家有請大家細心欣賞手足隊嘅表演。